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。什么？ 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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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我去，这也太狗血了吧！抢婚？不行，我得开动脑筋，想办法才行。 亲们，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？启禀将军，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。哎，王爷来了！吁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爷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让秦柔身陷险境，也好有罪。此事暂且不提，你先起来。现在找人要紧，追问到什么了？ 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，刚问的守卫说，的确有顶花轿出了城外，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。慢着，哎呀，秦柔，秦柔，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闪粉，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，就一定能找到秦柔。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闭嘴！来，喝喝喝。 瞅你那小气样，给一口能死啊！再不闭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出来！是。 老大，你确定没有绑错人？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骑王妃吗？那就没错了。我们看着他从将军府上了花轿，还有王府的人跟着。怎么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。要怪，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 认识个屁！把人给我盯紧了，人要是跑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。哎，吓唬吓唬得了。是。吃吧。来，喝酒。不解开我，我怎么吃啊？去，吃菜啊！ 来，好嘞。好大的飞碟！再胡说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错了 ，sorry。哎，行了，算了。哎，接着喝。来，你给我老实点。哎呦，背有点痒。挠挠。来，吃咱们的。好嘞。来，喝酒啊。好，来干了，喝。
当朝三皇子灵齐王，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，先绑了再说。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以后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琴，怎么样啊？大夫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小人告退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，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唉，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。李章兄弟，你在王府，如果王爷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哼，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延琪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那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，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。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，如果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绑匪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辰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，谢公主。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你醒了。你既然都醒了，那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我救你一命，你还未曾报答，为何是两不相欠？你还好
好意思说？本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马上就要脱离虎口了，谁知道你却突然闯进来大喊大叫的，都被你搞砸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好，赶紧躺下。皇上驾到！父皇母后，父皇，启儿免礼。谢父皇母后关心。启儿，不碍事，只是皮外伤，无大碍的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臣等罪该万死。父皇息怒，您不必责怪他们。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，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。皇上，这大喜的日子发生如此不祥之事，实在是晦气。难道我儿与这晴柔命不合？我看还是找人查一查他们的生辰八字，再行婚配之事吧。母后，初闻启儿受伤，朕与你母后都十分痛心。也许是你大哥丧期未过，天降大难，婚配之事放在此时实在不合时宜，还是暂且搁置吧。反正我也不想嫁。京城之内竟有人公然抢亲，还刺伤了王爷，引号李章。臣在。朕命你们彻查此事，一旦查清，严惩不贷。臣等遵旨。站住！爹，给我回房去！爹，表哥他受了重伤，我要去看他。你给我回房去！爹，小姐，老爷，你下去吧。是。你这是为何呀？谁让你不让我出去？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。这爹的话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趁早断了和谢延琪的念想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禀明皇后，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。爹，你怎么如此待我？哼，我不嫁。爹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大王爷已异，二王爷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。你嫁给他，那以后就是太子妃，再往后你就是皇后，我杜家也可以光宗耀祖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辰，我就要嫁给三表哥，我只做延琪哥哥的王妃。你混账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言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你也得听。我就不！你要是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，饿死算了。不吃也罢，你就是饿死，也不许你出府半步。哼！